评判老师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第15号。今仔日我要演讲的题目是我上喜欢做的代志。这期若是到6月，咱拢会感觉真好，烧气一直升悬，迄就是热天已经到啊。热天有够热，身躯凉天天，实在互人热到挡袂牢。较早热天毋是拢无好处，若想着会当做我上喜欢做的代志，游水，我着欢喜甲心花开。利用2个月休假，我逐工拢会走去游泳池游水。若是一天无去，我会挡袂牢。伫热天游水有够爽快的，甲烧骨骨的身躯浸在水底，迄个时阵着你通信心，热气无反影。若安尼，游水是一种的运动，会当互我身躯勇健，阁会当甲小弟小妹耍水，迄款趣味偌好，你敢知？会记得我学游水是伫前3年啊休假，有一天热到要36度，规家人挡袂牢，着烧招走去游泳池游水。迄个时阵我也不晓游，真捌去，拢是干那咧囡仔池耍水尔，毋知要安怎游。毋过即摆阿母煞叫我去游水迄边。伊讲要教我游啦，到游泳池边啊，阮2姑仔穿起我游泳衫，着带时水边做柔软的体操。阿母真功夫，教我规身躯甲关节拢做透透。伊讲袂使凊彩做作的，安尼落水会危险。做10外分，阿母才牵我的手。行落去水池啊，阮徛的所在水深，得要到我的胸口。阮先适应水的冷度，阿母叫我规身躯爱放轻松，认真感受浸在水底的感觉。浸差不多5分钟了后，阿母教我放轻松，莫激动，脚举起来。互身躯小可浮在水面。一开始我也是惊，试几啊摆，拢沉在水底，才几啊吹水。不过阿母伫边仔保护，我着渐渐袂惊。1点钟后，我竟然会当浮在水面啊！自迄摆了后，我着愈学愈紧，学会晓骑游，死囡仔体。甲自由式的，迄款会晓游水的感觉，实在偌尔赞，你敢知？就安尼，游水就变做我生活过日的大代志。除了会去收集一寡游水安全的注意事项，我嘛去看 YouTube 顶悬游水的影片，欣赏外国人迄款优美的姿势。游水绝对是我这世人的大代志，伊会互我身躯健康、体格水，头壳清醒，心情好。若阵有郁准、无爽快的时阵，去游水游咧，代志连你嘛变消失甲无看影。所以，游水永远是我上想要做、上喜